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阿 Lily 靚盤推介時段啦。今日新收咗一間天璽，扶持有品味豪裝之餘，仲係位於極高層嘅3房套全海景單位，想誠意同你哋推介。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，撳訂閱 subscribe， 然後撳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。今次要同你哋推介呢間3房嘅品味裝修全海景單位，係位於天璽日轉璽極高層 C 室，實用面積1019平方尺，一層只有得4伙，扶持有3個升降機，而佢位置正喺呢一度，我哋一齊隨下入嚟睇睇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尖沙咀九龍站附近一帶嘅筍租買盤同埋成交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陳浩利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